嘛，这是发生伫中华溪州轻航机坠机的意外，有任何上新的状况，咱随时报向清灾。后来继续来看台东的往来设客，因为有介壳虫的问题，台语讲孤神，所以为去年的9月开始，互中国禁止进口，这个介绍嘛跳水式来落跋。也毋过随着中国甲白带鱼甲别人的禁令来解除，台东县政府嘛希望会当过来拍通着设客到中国的通路。讲因的副县长王志辉22号要到中国去协商。大粒的往来设客一个破开，白丝色果子肉，请大家来食一喙。甜不味的滋味，红讲的是果子界爱马仕。不过这2年果子拢是海产，因为2021年9月，中国讲有海棠，就禁止进口往来设客，互介绍是那个土。2021年一台斤上贵也够80块，到今年上悬敢若剩35块，互路面收集减真多。蛮多人都在改动了。就听到放弃的也是有，因为收入减少之后只剩1/3，跟亏钱的也都大有人在，对啊，所以当然就是要积极的开拓市场。看最近包括金酒、白带鱼、别人这产品慢慢恢复开放进口中国，台东县政府嘛争取，互往来设客麦当特别去名单内底。在3月22号由台东县政府王副县长领军以产官学代表来针对我们这个规范来去跟中国大陆做说明。除了由副县长王志辉带团亲身来到中国含农业部门桥，在咧检验时，迈更加严格。只要遵循着台湾大学的规范，有害生物可以近乎到0。加强海棠的检查，加上生销履历，若是为着要行销到对岸，嘛希望外销市场会当个分化。期待年底往来设客的出产期，继续当亲像英国同款卖真好。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